大家好，我係 Curtis， 又嚟到美股格局啦。2025年美股剩翻2個交易日啦，三大指數近嚟咧都喺高位度徘徊啦。之前標普破頂之後咧，隔晚稍為有啲回吐噶。準備去到2026年啦，我哋預計美股嘅升勢都可以繼續延續噶。尤其是係上半年方面啦，個減息預期有機會再升溫咧，都利好個表現嘅。雖然市場叫12月份個減息做鷹派減息啦，但我哋相信出年仍然都可以會減息2次啦。今個月議息之後先要公布嘅11月份就業數據咧，都反映個勞工市場係疲軟㗎，失業率升到去4年嘅高位啦，4.6%。尤其是係下年咧，隨住5月份咧，鮑威爾嘅任期將會屆滿啦，個減息預期升溫將會利好個股市表現㗎。行業板塊方面咧，我哋都同大家之前分析過啦，應該避免太過集中喺啲 AI 科技股啦。不妨部署翻啲傳統經濟股，好似醫療股啊、零售股等等。近期比較強勢嘅咧有隻沃爾瑪啦，預計出年個貿易戰咧都會繼續逐步降溫啦，利好翻佢嘅業務。走勢上面睇嘅話咧，自從4月低位以嚟咧，佢都形成咗一個穩定嘅上升通道啦。最新一浪可以等咧喺$110左右考慮部署啦，上望翻$120嘅水平。另外咧，近來啲貴金屬就比較挫啲啦，隔晚嘅走勢咧就有人形容係史詩式嘅倒插啦。白銀方面有啲強制平倉嘅市場傳聞啦，加埋芝商所咧就增加個合約按金，見到啲白銀價格啦破頂之後都倒跌成11%啦，帶埋啲黃金啊把金落去㗎。白銀咧11月份以嚟都累升最多成70%啦，高位比較多投機性嘅倉位啦，加上佢個市場深度咧就冇黃金咁大啦，出現啲波動都唔出奇㗎。但係中長期嚟講咧就唔影響大家比較關心嘅黃金嘅。我哋仍然相信啦，黃金係最受惠去美元化資產之一啦。加埋各國央行都繼續支持啦，好似人行方面咧都連續13個月增持黃金㗎啦。相信中長期咧都可以支撐住個走勢。如果現貨金有機會落翻大約$4200左右嘅位置咧，都可以考慮部署。擔心波動比較大嘅話咧，應該要避開啲金礦股啦，集中翻喺啲黃金嘅實物 ETF， 例如好似 GLD 㗎。入場機會等睇下會唔會咧落翻$385左右啦。最後簡單申報翻啦，以上嘅股份都冇持有嘅。